尔市发生规模7.8个大地震，死亡的人数超过16000人。咱派出着搜救员130个，分2个梯次赶到灾区来救援。而且伫当地时间7日下晡的3点40分，伫土石堆底发现一个女性。 奋斗将近5点钟，成功把人救出来。当时，这个女性一度失去着呼吸心跳，咱的搜救员赶紧甲做电击甲心肺复活术，送病院来治疗，已经恢复着生命现象。后来，咱的台湾搜救员阁来发现第2个受困者，积极来抢救。 台湾搜救队员入去棚内底，骨力伫咧学，边啊拢是喙齿的装啊角。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！轻轻啊打，装啊角随大家喙鼓鼓。几名台湾搜救人员客做伙，同齐把这个小姐救出来。经过5点钟，总算成功把人救出来。就伫咧当地时间2月7日下晡3点40，发现头一位受难者。暗时8点40分，成功把小姐救出来。当时已经无咧喘气，搜救人员赶紧给做电击和 CPR 抢救。送去病院治疗了后，暗时9点40分有风救回来。搜救队同款继续抢救。暗时11点25分，机器听到有人咧喊声音，搁一摆找到第2位受难者。 几名台湾搜救人员就徛伫咧倒去的厝顶悬，摕手电仔斟足钱，附近的钢铁全部走出来，会当看出当时的地震威力有偌厉害。第2位受难者就互缀伫咧内底。当地时间暗时11点59分确认所在，半暝1点03分攻破头一站的石板，到半暝1点半才开始进行破坏抢救。 搜救队员装备请交全，即摆台湾拢总派130个搜救人员去土耳其救灾。抢救50点钟嘛，总算有传出好消息，嘛大大鼓励当地土耳其救灾的搜救人员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